而且安平甲中西区重要干道的中华西路临安桥车流量相当庞大，不过建设高达已经超过36吨，经过检测嘛出现结构安全的危险，加上桥底上低影响运河游船，那只可保强根本无度解决。市长委托甲立委林俊宪等人积极向当时交通部长林佳荣争取，结果首次地方不免配合看。总经费5亿，完全由中央补助。这个桥未来施工有一个我们要注意，就是中华西路是交通动脉，那么你把这个桥拆掉，它必须要先做2个变道，因为交通不能中断，所以先做2个变道，然后主体桥盖好，再把便桥再拆掉，所以它的经费才会这么高。从4亿5千万一直到现在要5亿，爱5亿它做起来。那我要跟大家报告第2点，就是说，当年核定这个临安桥建设我们其实我要提到一个人，就是前交通部长林佳龙。因为按照规定，我们地方政府必须要有分担配合款，那2成5到3成要负担1亿多。大家嘛知影讲，咱黄伟哲市长较欠那时候伊就讲叫我去讲看卖，那也非常感谢当时的林佳龙部长体恤到地方政府的财政困难，所以就很泰然的全部由交通部来买单。这个在交通部补助地方的公路桥梁建设非常少这全部都是交通部来支持这笔预算28号，市长委托伫这民代甲乡亲的见证，正式举办临安桥改建基础动土仪式，预计113年5月完工。不过因为为期2档的时间期，地方拢相当烦恼冲击交通。对此，干部局强调已经做好配套，请民众体谅。为减少施工期间交通冲击，我们在拆除新桥之前呢，我们会先做在桥2侧会是做2个钢便桥，那每个钢便桥都有3个车道，可以疏解交通。那我们也计划有第3个替代方案，就是从文平路一直到湖美街，这条第3个方案在争取中，希望这些便道能够改善施工期间的一个交通的分流，来降低交通冲击。临安桥改建如何降低因为施工所造成的交通冲击，并且完成运河游船计划最后1里路，民众拢相当在意。台南新闻管制杨树怀采访报道。